直至到今日下晝4點鐘，已經證實死亡嘅人數呢係一共為151名。咁而我哋都唔排除呢個數字呢可能會上升嘅。而初步係辨認咗嘅遺體呢係有104具啦，亦都有39具呢係尚待辨認嘅。因為有啲嘅遺體呢已經係變成灰燼啦，所以呢我哋都唔排除呢最後呢未必能夠將所有失聯人士係帶翻出嚟嘅。Sorry， 我哋一定會盡我哋最大嘅努力喺災場入邊揾得翻，我哋可以揾到辨識到死者嘅嘢。希望呢個搜查嘅工作盡快完成。以而家目前嘅進度，我期望可以喺3個禮拜之內完成我哋嘅搜查同埋搜證嘅工作。我係樓下，嗰度先收好緊要啊！嗰度先收好緊要。咁呢啲樣本入邊咧，係有7個樣本，我哋發覺咧係並不合乎呢個嘅係阻延嘅標準嘅。咁而我哋發覺咧係好多係隨手可以攞到嘅嗰啲嘅標本咧，嗰啲嘅標本係嗰個合格程度係比較大嘅。咁而一啲咧好難攞到嘅地方咧係唔合格嘅，係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嘅。我哋嚟緊咧亦會繼續係會攞更加多嘅係呢啲嘅樣本咧係作進一步嘅深入嘅調查，係嗰個火警嗰個蔓延嘅速度係唔尋常嘅，所以我哋相信咧係嗰啲嘅係保護網或者係嗰啲係發泡膠板咧係可能咧係呢個成因。警方各個單位連日嚟不眠不休，到依家為止，我哋一共拘捕咗13人，包括12男1女，年齡介乎40至77歲，罪名係誤殺。被捕人士包括大判工程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二判嘅搭棚公司同埋二判嘅外牆工程公司嘅相關人士。大家好，我是主播周玉琴。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了睡眠品质。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呢，可以选择原版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一款晚安加强版，绝对是更有感。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而且要记得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优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基础版、晚安加强版，新包装改版，内容不变，抽取更方便。要吃就吃最好的。